親愛嘅天父，我哋以創世記第2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，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。喺創世記第2章，我哋要講3件事情。第一件係安息，本章嘅第1節，天和地以及萬象都完成了。第2節到第7日，神已經完成了造物之工，就在第7日安息了，歇了他所做一切的工。第3節，神賜福給第7日，將他分別為聖，因為在這日神安息了，歇了他所做一切創造的工。呢度記載話神用咗6天嚟到創造天地之後，第7天佢就安息。安息嘅原文就係今天英文嘅 Sabbath， 希伯來原文嘅讀音係 Shabbat， 係同猶太人今日安息日係同一個字。原文嘅意思係停止了。呢度本章第1節，歇了他所做一切創造的工，呢個安息與人類所理解嘅歇息、休息甚至睡覺有啲唔同，因為人類太疲倦啦，真係冇辦法唔休息嚟到補充體力。但係因為神佢並唔係血肉之軀，佢亦都冇補充體力呢個需要。而喺呢度，神因為已經創造咗一個美好嘅世界，使呢個創造可以自行嘅運作，以致神佢係嚟到咗一個滿意嘅情況，佢可以去安享一個滿意嘅狀態。所以安息可以話係一種安靜、平安、滿足嘅一種情形，以及喺其中可以嚟到安享嗰種平衡嘅情況。其實呢個亦都正就係天父同主耶穌嘅心意之中，一直以嚟係要我哋能夠得着嘅一種平衡嘅情況，就係馬太福音11章28節，主耶穌所提及嘅，凡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裏來，我要使你們得安息。馬太福音11章29節繼續講，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向我學習，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。猶太人係冇辦法去明白呢種既係工作又係安息嘅吊詭現象。喺約翰福音5章16節，所以猶太人迫害耶穌，因為他就係主耶穌喺安息日做了這些事。17節，耶穌就回答他們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從主耶穌基督嘅說話，我哋知道其實神一直喺度作工。主耶穌呢度肯定咁講，天父係有做事嘅。不過天父佢係唔需要去管理呢個世界，因為佢唔同我哋人類。我哋要做嘅事情總係要花好多嘅勞力去支撐起嗰件事件，繼續推進嗰件事件，繼續努力令呢件事件發生。但係天父佢已經完美咁完成咗天地萬物嘅創造，佢已經可以安息、欣賞、安然咁去安享喺旁邊去睇呢件事情，嚟到睇呢個世界去繼續運行嘅。佢其實並唔需要繼續去做任何嘅工作。不過佢喺乜嘢時候神先至會工作呢？就係如果有啲人嚟到呼求佢嚟到介入嘅時候，係因為罪惡進入咗世界之後嘅原因所產生嘅惡果。當人從憂傷痛悔嘅心中發出呼喊嘅時候，神佢實在係會介入嘅。所以喺舊約同新約裏面有好多神蹟奇事，呢啲都係人去呼求神嘅時候，佢超然咁去介入，而喺當中做咗工作嘅記錄。我哋喺日後聖經嘅篇章中將可以睇到。並且喺本章凸顯出第2方面，神嘅工作就係與人去溝通，溝通就係本章要思考嘅第2件事情。我哋喺下面會繼續作出思考。本章嘅第2段落第4至第15節，摩西重複咁細緻咁提及神創造人，將佢安置喺伊甸園嘅細節過程，補充咗喺上一章所未提及嘅地方。喺本章嘅第4節，這就是天地創造的來歷，在耶和華神造地和天的時候。第5節，地上還沒有田野的草木，田間的菜蔬還沒有長出來，因為耶和華神還沒有降雨在地上。
留意呢度強調，當時係唔需要下雨嘅，係並未有下雨嘅現象，也沒有人耕種土地。呢度亦都強調，人係唔需要去進行耕田嘅工作。第6節，但是有霧氣從地上騰，滋潤整個土地的表面。第7節，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，將生命之氣吹進他的鼻孔，這人就成了有靈的活人。呢度亦都凸顯人與其他動物之不同，就係人係有靈嘅活人。第8節，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栽了一個園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。第9節，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土地裏長出來，可以悅人的眼目，好作食物。園子當中有生命樹和知善惡的樹。呢兩棵樹係構成咗一個可供後來選擇嘅情形。第10節，有一條河從伊甸流出來，滋潤那園子，從那裏分成4個源頭。11節，第一條名叫比遜，它環繞哈肥拉全地，在那裏有金子。第12節，那地的金子很好，在那裏也有珍珠和紅瑪瑙。13節，第二條河名叫基訓，它環繞古實全地。14節，第3條河名叫底格里斯，它流到亞述的東邊。第4條河就是幼發拉底。15節，耶和華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園，讓他耕耘看管。留意呢度耕耘嘅原文並唔係指到耕田，應該係指到工作同埋服侍。舊嘅翻譯係修理，原文係並冇耕田嘅意思，因為神所做嘅一切都好好，都甚好，一切都能夠自然完善咁去運作。人係並未落入要耕田嘅境況之中，人嘅工作只係進行管理同埋看守。最後本章嘅第3段落，第16至25節，神係與人有緊密溝通嘅神，並且佢係尊重人嘅。本章嘅16節，耶和華神，留意原文呢個神字係眾數嘅，暗示咗三位一體嘅情況。吩咐那人說，園中各樣樹上所出的，你可以隨意吃。17節，只是知善惡的樹所出的，你不可吃，因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。18節，耶和華神說，那人單獨一個不好，我要為他做一個配偶。配偶嘅原文係幫助者，幫助他。19節，耶和華神用泥土做了野地各樣的走獸和天空各樣的飛鳥，就係重複咗上一章創世記第1章20至25節嘅內容，就係創造咗世界嘅生物，都帶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麼，那人怎樣叫各樣的動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20節，那人就給一切牲畜、天空的飛鳥和野地各樣的走獸都起了名，只是亞當沒有找到配偶幫助他。神係十分尊重人嘅，無論係去改名字、找配偶，配偶原文即係幫助者，都係由人自主去決定嘅。但係無奈所有其他嘅動物，亞當都並不滿意，並唔能夠適合做自己嘅幫助者。21節，耶和華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於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，又在原處把肉合起來。22節，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做了一個女人，帶他到那人面前。23節，那人說，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亞當表達出十分滿意，可以稱呢個新造嘅人為女人，因為佢係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。24節，因此人要離開父母，與妻子結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呢個係神嘅心意，就係要讓人初步明白一種合一嘅奧秘。25節，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，並不覺得羞恥。我哋從本章睇見，從一開始，神就係與人有緊密溝通關係嘅神，因為佢係一位活神。佢係可以與人去溝通嘅，亦都喜歡與人溝通。喺伊甸園裏面，佢同亞當夏娃其實都係有好緊密嘅溝通。神並唔係高高在上嘅，而且佢係好尊重人嘅意見，常常互相溝通，去徵詢人嘅意見。當然喺下一章我哋將會睇到，到亞當夏娃犯罪之後，人同神就係被罪隔開咗。
然而喺呢度講到溝通，我哋可以進一步去思考，喺本章16至17節，神吩咐亞當係唔能夠吃分辨善惡樹嘅果子嘅時候，夏娃佢其實仍未在世上，所以當中牽涉咗一個亞當與夏娃可能係溝通不足嘅缺環，就係亞當可能係未將神嘅說話好完整咁或者認真咁告訴夏娃，產生咗被撒旦有機可乘嘅情況。呢個又同今日我哋信主之後，是否我哋有勤讀聖經，透過聖靈嘅啟迪，更加認真尋求神完整嘅心意，呢種嘅情況係十分相似。如果當中今天我哋與神嘅溝通係有缺環，就好比亞當係冇將神嘅說話完整咁講俾夏娃聽嘅話，亦都可能會讓撒旦有機可乘。我哋實在都係要小心。本章嘅第3方面要思想嘅，就係本章嘅第9節呢棵分辨善惡樹。喺呢度係譯做知善惡的樹，原文應該係知識美善邪惡的樹。呢度帶出咗一個好哲學性嘅問題，是否呢棵樹本身有分辨善惡嘅能力嘅呢？是否呢棵樹嘅果子係會令我哋嘅智商提高嘅呢？又是否食咗呢棵樹嘅果子會有分辨善惡嘅能力呢？我哋都唔知道，但係有一點係肯定嘅，就係當人同埋蛇站喺呢棵樹嘅面前，佢哋嘅選擇令佢哋自己歸到咗惡嘅嗰一邊去，因為佢哋係共同選擇咗違背神嘅心意。簡單嘅意思就係選擇咗犯罪。我哋喺下一章將會繼續作出思考。其實當神喺本章第9節介紹咗生命樹同埋分辨善惡樹之後，神就係讓人去作出選擇。喺第16至17節，佢命令人唔能夠去吃分辨善惡樹嘅果子，明顯地佢係暗示出佢係想人去選擇生命樹嘅果子嘅。亞當會唔會唔知道呢？佢係經常與神溝通，相信佢不會不知。但係亞當有冇將呢個想法話俾夏娃知呢？可能係並沒有，一切都係在於選擇。選擇神所屬意嘅生命樹，就係去順服神，選擇佢所喜悅嘅，即係話選擇去倚靠神。但係選擇神所禁止嘅知識善惡樹，就係選擇反叛，就係選擇犯罪。一切都係在於選擇。喺本章聖經我哋睇見，第一方面，神所希望我哋與佢一同得到嘅一個狀態，就係安息嘅狀態。第二方面，神所珍惜嘅、所看為重要嘅，就係與我哋嘅溝通。一切都係源於神嘅愛，佢愛我哋。當我哋與神有充分嘅溝通，就可以達成到第3方面，就係我哋亦都能夠選擇以愛去回報佢，就係選擇信服佢而得着生命，亦都就係選擇吃生命樹嘅果子，而並唔係選擇去違背佢嘅心意。呢個道理今天仍然係有效嘅。我哋是否能夠實踐以上？第一，安息；第二，與神溝通；第3，信服神，選擇佢所喜悅嘅呢3方面嘅真理呢？我哋咁樣嘅默想祈禱，係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。阿門。